歡迎嚟到學界體育比賽時間。今屆學界小型足球賽事嘅競爭十分激烈，能夠打入最後階段嘅學校可以話喺過程中使盡渾身解數。今集我哋帶俾大家 C 組同 D 組嘅季軍賽同決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今屆學界小型足球男子 D 組季軍戰係由身穿藍色球衣嘅持有迎戰身穿白色球衣嘅聯國。持有喺開賽1分鐘就有一次攻門機會，許家希大腳斬上前場，黎宇騰接應後立即起腳，但僅喺柱邊出界。持有喺分組賽階段有2場比賽都係雙位數大勝對手，足以證明佢哋嘅功力係非常強勁。余日南呢一球喺中圈控定之後一路帶上前，之後更直接起腳遠射，但最後被陶奕辰擋到。聯國喺大約11分鐘嘅時候，因為宋海峰喺禁區外接實個波而獲得一個自由球機會，由隊長容敬賢主射，但可惜一球僅插華眉而過。喺比賽初段佔盡優勢嘅持有 A 隊喺14分鐘終於先開紀錄，蔡以正喺蘇口澤嘅力逼下揾到空位傳波，黎宇騰往個波方向跑去接應，之後更加起腳射門，成功幫持有先開紀錄。率先落後嘅聯國喺1分鐘之後又有第2次嘅自由球機會，同樣由容敬賢主射，但結果都係同上一次一樣略無眉而過。聯國嘅林希樂喺同黎宇騰爭搶嘅時候將佢踢跌，球證向聯國判罰自由球，但負責主射嘅李成恩最後踢咗出界。攻勢不斷嘅持有之後又有機會，以一球攻門，一開始雖然撻 Q， 但喺門前嘅蔡以正立即補射入網，但呢一球俾球證判咗越位在先。持有 A 隊喺3分鐘後有一個角球攻勢，雖然負責接應嘅蔡以正喺聯國球員嘅圍困之下未能轉化為入球，但余一南之後攞翻控球權，更加喺峨眉月位置起腳勁射。雖然陶奕辰成功擋到第一次，但伏兵門前嘅黎宇騰第2次攻門成功保中，但可惜同樣被判越位。結果喺上半場結束之後，持有 A 隊以1-0領先聯國。持有喺下半場27分鐘就已經再有入球進帳，蔡以正還傳俾黎宇騰，黎宇騰喺擺脫聯國球員防守後立即趟射，成功幫持有 A 隊將比分改寫成2-0。持有喺後面可以話係入球不斷，黎宇騰喺28分鐘成功攔截聯國嘅傳波之後，個波反彈咗落去蔡以正嘅腳下，蔡以正最後射破陶奕辰嘅十指關，持有呢個時候領先到去3-0。持有喺35分鐘嘅時候再入第4球，蔡以正嘅進攻雖然被伊利斯阻止，但喺附近嘅李成恩喺控定個波之後大腳抽射，為持有攻入今場比賽嘅第4球。去到37分鐘，余日南傳俾喺隔離嘅許家希，許家希及後長驅直進，緊壓高回防嘅伊利斯成功射入全隊喺今場比賽嘅第5球。大幅落後嘅聯國喺大約2分鐘後揾到攻門機會，容敬賢一開始負責組織界外球攻勢，佢之後把握蔡以正解圍失誤嘅機會直接放冷箭，但可惜個波撞到門楣之後反彈咗出去。林希樂之後為聯國搏到一次自由球機會，容敬賢第3次為聯國主射罰球，但呢一球最後被宋海峰沒收。佢喺1分鐘之後有一次主射自由球，但呢一次同樣被宋海峰撲走。容敬賢喺落後之下仍然繼續幫球隊尋找破蛋機會，以一次攻門最後高出。林正禮之後以一己之力成功打開持有後防嘅缺口，但呢一球攻門力度就比較細，未能化為入球。相比起聯國嘅久攻不下，持有反而喺49分鐘再有一球進帳，郭俊雲嘅傳波成功撕破聯國防線，彭浩信及後快陶奕辰一步射入，持有大幅領先到去6-0。去到1分鐘之後，楊柏希把握對手後防失誤嘅機會勁射破網。持有最後以7-0大勝對手，攞到今屆學界小型足球男子 D 組季軍。
我覺得好恭喜，因為呢次呢個係我哋學校第一次喺 D 組學界攞到獎牌。我想多謝我哋學校嘅我哋足球隊嘅老師張 Sir、吳 Sir 同埋我哋嘅校長向書榮校長，多謝埋屋企人，不停咁帶我去練波啦。至於決賽就係上屆賽事嘅翻版，由身穿紅色球衣嘅聖公會中學迎戰身穿白色球衣嘅澳門國際學校。聖公會中學喺開賽初段就有一個入球機會，梁希臣一球攻門，最後未能命中目標。梁浩信喺3分鐘之後主射自由球，但可惜最後出界。楚雲之後接應李奕銘嘅界外球後立即攻門，但被盧文燕接到。李奕銘之後喺邊線大腳斬入禁區，雖然個波一開始打中咗袁浩彤，但企喺佢隔離嘅楚雲立即作出倒掛攻門，但呢一球最後都係出界。聖公會中學喺呢個時候繼續狂攻，梁希臣喺中圈位置大腳抽射，呢一球最後越門楣而過。大部分時間處於被動嘅澳門國際學校喺大約14分鐘終於有進攻機會，潘朗傳俾喺前面接應嘅袁浩彤，袁浩彤之後快梁浩信一步起腳，但角度差少少，未能夠幫球隊先開紀錄。潘朗之後亦都有嘗試喺禁區外起腳，但過唔到鄭君躍嘅十指關。聖公會中學之後有一球角球攻勢，但最後被袁浩彤化解。沈星宇之後立即趁聖公會中學球員未及時回防，以單人匹馬姿態壓過梁宇軒闖入禁區，但個波最後被拖雲鏟走。之後鄭君躍立即將個波接實。去到上半場22分鐘，聖公會中學終於先開紀錄，梁希臣接到譚希樂嘅回傳，之後更喺峨眉月位置起腳，成功幫聖公會中學取得領先。聖公會中學喺2分鐘後再有入球，梁浩信喺同余卓謙打咗個戰術互相配合後還傳俾拖雲，伏兵門前嘅拖雲立即起腳，成功幫聖公會中學將比分擴大成2-0。入咗今場第一球嘅佢仲興奮到打咗2個關斗，呢個比分亦都維持到去上半場結束。澳門國際學校喺下半場初段有一個罰球機會，由譚希樂主射，但鄭君鋭好快就將呢個波接實。袁浩彤之後喺嘗試突破聖公會後防嘅時候，被梁浩信踢跌。沈星宇負責主射呢球自由球，但呢一球最後踢咗出界。去到32分鐘，梁希臣喺邊線位置突破，佢先後用盤扭同急停等技術呃過3個負責防守嘅球員，最後更加喺窄角度射入，幫聖公會中學領先到去3-0。同樣喺32分鐘，梁浩信接到澳門國際學校球員嘅傳波，之後更加成功擺脫譚希樂嘅防守並立即攻門，結果呢一球順利命中，聖公會中學已經贏到去4-0。去到36分鐘，梁宇軒喺搶到個波之後立即傳俾拖雲，拖雲嘅攻門雖然被梁志軒踢走，但梁志軒解圍出現失誤，令拖雲有第2次機會，但呢一球最後被盧文燕接到。拖雲喺進攻方面嘅表現可以話係非常活躍，以一個佢接應咗梁日俊嘅界外球後，壓過防守佢嘅賴俊峰之後起腳攻門，但最後散中柱。梁希臣之後喺禁區外起腳，但被對方門將撲出。聖公會中學喺3分鐘之後有一個角球攻勢，梁浩信接應後用頭槌攻門，但最後出界。去到49分鐘，梁浩信喺接到波之後立即傳俾梁希臣，梁希臣接連扭過趕緊翻嚟回防嘅吳璽爾同盧文燕，成功射入佢個人今場第3球。聖公會最後亦都以5-0嘅比分大勝對手，順利衛冕今屆學界小型足球男子 D 組冠軍。I think we tried our best. We just couldn't win. Yeah, I think my shooting got a lot better. My passing got a lot better too. I think I need to improve passing better. I want to thank my school, my coaches, my teammates, my family, and JJ. 我覺得好開心，我亦
因為係我最後喺 Group D 嘅一場比賽，一個賽事啦。咁我攞到第一名都好開心。想多謝我哋學校啲老師、啲教練，同埋我想多謝我啲家長，佢哋成日都幫我哋，成日都幫我加操。男子 C 組季軍賽係由身穿藍色球衣嘅利馬竇迎戰身穿黃色球衣嘅慈幼。利馬竇喺開賽5分鐘有一次角球機會，由梁卓權開出，但接應嘅黃宏軒喺埋門嘅時候偏離咗目標，錯失咗先開紀錄嘅機會。慈幼之後有傅浩謙喺接到黃宏軒嘅傳波之後嘗試起腳遠射，但可惜僅僅出界。利馬竇之後有把握到慈幼後防失誤嘅機會，馮柏然把握慈幼後衛解圍不遠嘅機會立即趟射，但被慈幼門將趙子謙接實。兩隊喺今場比賽都有唔少時間集中喺中場爭持。慈幼傅浩謙喺接應隊友傳波後，立即喺邊線位置附近起腳，但李澤楷立即將個波踢出禁區。接到波嘅李成柏以一己之力帶住個波上禁區，而且喺峨眉月位置起腳，但可惜過唔到趙子謙嘅十指關。利馬竇喺大約4分鐘之後有一次角球機會，由梁卓權開出，但被馮子朗頂走。梁卓權之後再有第二次開角球嘅機會，但被傅浩謙一腳踢走。李澤楷雖然之後立即接到波，並且還傳俾黃宏軒去組織攻勢，但最後未能化為入球。黃宏軒之後喺防守期間推咗傅浩謙，球證立即俾咗一球罰球俾慈幼。呢一球由傅浩謙親自主射，但被對方門將廖以成接實。慈幼喺上半場補時階段再有一次罰球機會，呢一次由梁海朗負責開出，但黃宏軒及後成功解圍。結果兩隊喺上半場結束後互無紀錄。利馬竇進入下半場之後開始嘗試揾破門機會，李澤楷嘅遠射俾趙子謙撲出。李成柏之後喺防守期間犯規，球證再一次判咗罰球俾慈幼。呢一球由梁海朗開出，但呢一球最後未能化成入球。去到35分鐘，利馬竇終於先開紀錄。李澤楷開出嘅界外球雖然被馮子朗頂走，但李成柏喺接到波之後立即起腳，趙子謙當下立即將個波撲出。伏兵門前嘅梁卓權喺呢個時候立即作出頭槌攻門，結果個波打中門楣，之後更反彈入網。利馬竇喺呢個時候領先1-0。領先緊嘅利馬竇之後繼續加強攻勢，李澤楷嘅攻門被趙子謙撲出，梁卓權同譚俊豪之後接連補射都唔成功。李成柏之後喺禁區外接到波之後開始遠射，但趙子謙當下立即再將個波撲出，未再有俾機會對方擴大比分。表現活躍嘅李澤楷之後再一次組織攻勢，呢一球傳波直接傳咗俾禁區附近嘅梁卓權，但佢呢一球最後被趙子謙封死。李澤楷之後接應黃宏軒嘅龍門球之後立即起腳攻門，但可惜僅僅出界。落後緊嘅慈幼仍然希望可以揾到破門嘅機會，張希騰一球遠射最後被廖以成接實。已經入咗一球嘅梁卓權喺餘下時間仍然希望可以為球隊再下一城。呢一次攻門雖然佢把握咗趙子謙出迎嘅機會起腳，但呢一球波最後出界。去到補時階段，慈幼由黃康哲開出角球。雖然慈幼全隊所有球員包括門將趙子謙都有參與呢一次嘅攻勢，但最後都係被利馬竇嘅後防化解，未能爭取將比分扳平。球證之後都立即宣布鳴笛宣布完場，結果利馬竇最後以1球小勝慈幼，攞到今屆學界小型足球 C 組賽事嘅季軍。上一場踢得唔係好好咯，之後呢一場發揮咗自己嘅練到嘅嘢出嚟咯，隊友團結咯，俾好每一球波，少啲失誤，把握好機會咯。多謝校長出嚟支持咯，家長咯，俾咗啲信心我咯，因為上一場踢得唔係好好，之後呢一場佢哋鼓勵我踢好自己咯。男子 C 組決賽係由身穿紅色球衣嘅聖公會中學迎戰身穿深藍色球衣嘅上屆冠軍葡文學校。
作為上屆季軍嘅聖公會中學選擇以攻門嘅方式喺中圈開波，但葉超然以一球攻門最後越位而過。聖公會中學之後有一次角球機會，但接應嘅湯永軒用頭槌攻門，最後頂咗出界。聖公會中學之後不斷加強攻勢，蘇俊熙大腳斬前，接應嘅葉超然呃過咗 Winnie 之後嘗試橫傳，但可惜隊友未能夠及時接應。聖公會中學嘅攻勢可謂一浪接一浪，李康永嘅攻門被譚耀宗一腳踢走，但個波之後落咗喺唐月嘅腳下，唐月之後傳俾葉超然，葉超然之後傳咗俾喺近門嘅蘇俊熙，但最後被譚耀宗撲走。李康永之後幫聖公會中學開出角球，但呢一球波最後被 Constantine 一腳踢走。葡文學校喺2分鐘之後有一球攻勢。Carlton 傳俾喺佢隔離嘅 Johnny， 但唐月之後成功令到 Johnny 冇辦法起腳攻門，為球隊化解咗一次危機。Carlton 之後接應 Diego 嘅傳波，及後更立即起腳遠射，但最後過唔到黃柏希嘅十指關。葉超然之後有一球遠射嘅攻門，但最後被譚耀宗接實。聖公會中學喺大約1分鐘之後有一次罰球嘅機會，由湯永軒負責開出，但呢一球最後散中門尾。喺10分鐘之後，李康永同 Johnny 喺爭波期間被判犯規，葡文學校獲得一次罰球機會。呢一球罰球就由 Winnie 負責開出，呢一球直接踢入禁區範圍之內，但最後被黃柏希用手錘化解。進入補時階段，葡文學校終於先開紀錄。Winnie 喺唐月緊逼之下喺邊線位置起腳，結果呢一球撞柱反彈入網，葡文學校喺臨完上半場前率先取得領先。快變入！聖公會喺下半場初段有一個角球攻勢，但接應葉超然開出角球嘅湯永軒，佢呢一個頭槌未能夠命中目標。至於另一邊廂，葡文學校嘅 Carlos 亦都有一個罰球嘅攻門，但呢一球波最後散中柱彈出。葡文學校之後仍然繼續掌握住控球權，阿純大腳斬入禁區，Carlos 接應之後立即飛身頭槌攻門，但最後被黃柏希化解。葉超然喺冇幾耐之後幫聖公會中學主射罰球，但呢一球罰球最後都係唔能夠命中目標。喺進攻方面表現活躍嘅 Carlos 繼續嘗試幫葡文學校揾破門嘅機會，但佢一球攻門最後高出。落後緊嘅聖公會中學仍然嘗試揾方法去扳平比分。唐永軒喺自家禁區附近大腳攻門，但最後被譚耀宗接實。去到下半場中段，聖公會有一個扳平嘅黃金機會 ，Carlos 回傳俾譚耀宗，但李康永接到譚耀宗嘅回傳之後立即起腳攻門，Diego 當下及時趕到，並立即將個波踢翻出去，成功力保不失。1分鐘之後，蘇俊熙接應黃柏希嘅傳波後立即攻門，但一球波最後未能命中。李康永之後主射角球直接踢入禁區，但最後被譚耀宗接實。力爭扳平比分嘅聖公會中學及後繼續狂攻，蘇俊熙一球攻門僅僅高出。去到23分鐘，聖公會中學獲得咗一個自由球攻勢，負責操刀嘅係葉超然，隊友大正軒喺接應之後立即飛身起腳，結果呢一球一開始散中門楣，但唐月之後補射命中，可惜球證當下指唐月越位在先，入球無效。葡文學校獲得咗一個角球機會，喺禁區外面嘅 Carl 大腳斬俾 Constantine 亦都好清脆利落咁大腳勁射，成功幫葡文學校擴大比分至2-0。結果葡文學校最後以2-0擊敗咗聖公會中學，成功衛冕今屆學界小型足球男子 C 組冠軍。我覺得有啲唔抵咯，因為我哋有幾球機會可以入嘅，但係我哋都有啲機會冇攞到，所以我希望下年可以去 B 組嗰時可以試下 challenge 冠軍啦。我要多謝啲教練日日同我哋練習啦，每個星期2、4都同我哋練習，跟住我多謝我啲球員一齊努力到入決賽，跟住最尾要多謝校長同埋啲家長嘅支持。I think both teams played well. We played hard. We fought hard. We fought hard. We probably
we trained really hard. Us in our school, they probably trained super hard too. But I think both teams played super good, and we really have very good players, us both and them. Yes, of course. I want to win every year, Group B and Group A also. Of course, since today's Mother's Day, I want to thank my mom, thank my dad, and of course thank my teammates. 今年嘅學界小型足球賽事又告一段落，攞到冠軍嘅隊伍當然值得嘉許，但輸咗嘅隊伍都唔好氣餒。之後仲會有好多比賽嘅機會，再去爭取更好嘅成績。我哋下集見，拜拜。